农业部林业试验所是发现讲，这台湾山地土白桂也有油地这三种作物，因为外来种到有甲种，拢甲纯种生甲真相像。所以讲有农民对种丢弃，到这收成的时阵才发现讲经济价值实在差有够济。林业试验所即阵就有开发技术，透过 DNA 也有化学成分来避免农民种着。 像刚刚讲到说，台湾山茶分不同地区的山茶，它的叶子外表看起来基本上就很像。如果没有透过分子鉴定，完全无法分辨它是哪里来的。这几丛地树坑做伙，树丛外形、叶啊看起来拢真相同，无都靠外表分辨倒一丛是台湾山地。这对地农来讲是真头疼，因为若种唔对，价值会差真多。 因为台湾山茶的价格是比较好的，如果你种到阿萨姆啊，或者其他可能有一些的价格就没有台湾山茶这样这么好了，所以它的价格会差蛮多的，可以差到好几倍。林业试验所讲，种台湾山地土足贵油地的农民，可能种到外来种、19种这寡非纯种树啊种的问题，互外形骗去。 可能到我采收的时才发现，经济价值会差真多，所以林业试验所用4年的时间开发技术，透过 DNA 化学鉴定技术，协助分辨品种，避免种唔到品种的风险。目前开放公部门申请鉴定。第一年我们是先公部门呐，我相信大概第2年开始启动，我们就开始会对产业界一些私部门来做。 林业试验所讲，目前因为鉴定人力设备有限，所以鉴定服务敢若开放公部门申请。亲像即马已经参地改场合作，协助地改场分辨正确的品种，提升改良的效率。未来会豆豆增加检验量能，扩大服务。记者林卓凯台北报道。